馬會杯咧，咁就不嬲都係一場國際賽好重要嘅前哨戰啦。浪漫勇士喺2022年同埋24年咧，分別都係贏完馬會杯再贏香港杯啦，記得啦。咁以下咧，我就會數一大堆嘅馬會杯冠軍。如果你覺得嗰隻馬咧，當年贏完馬會杯係有再贏到國際賽咧，先好出聲。OK。2023年嘅直線力山，2021年精神威，2019年時時精彩。犀利啊！因為當年咧馬會杯記唔記得輸俾邊隻？馬克羅斯係我哋老友英雄啊！啊，英雄啊！OK，2017年明月千里有係冇噶，明月千里係冇贏過任何國際賽。係㗎？係啊，佢唯一一次有跑輸俾馬克羅斯。OK，再嚟啦！2014年將藍，2012年加州萬里有，係冇錯，一定有啦。2011年嘅自由好。2009年閒話一句有係嘛？係輸俾萬千景象㗎，輸俾外隊原來。冇錯。OK。2005年爪皇凌雨有啦。係啦，其實歷嚟咧就係得爪皇凌雨、加州萬里同埋浪漫勇士三隻嘅啫。你覺得今年浪漫勇士可唔可以做到呢樣嘢咧？定係有其他後起之秀做到咧？我覺得佢會贏馬會杯先，跟住可能香港杯未必可以 handle 到個體力回復得唔切。明白，咁啊到時睇下點樣啦。